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。意思是做生意爱算得清楚，若是请人客就无计较成本啊。因为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矩甲原则，请人客食饭讲究是宾主尽欢，也就是讲做生意甲人情有一定的界线。屏东万丹南信宫新明主生日，大出手开45道，宴请各方的信众，68斤重的黄鱼串，规尾抓来现切的，唔有龙虾、乌鱼子，佮有水果塔，人客食了真欢喜，主人嘛真有面子。先就作家讲，天叫做人真重情、重义气，为朋友出钱出力，拢袂后悔。社手做人对朋友真大方，朋友若有困难嘛真慷慨。师手做人对人真慷慨、真热情，朋友有困难袂急点点。今日讲的俗语是：买卖算分，小请无论。